是我们的 Hugo 老师，Hugo 简老师哦，他在后面，对，蛮常考哈。然后呢，Hugo 老师他真的是非常的特别，他就是我们的斜杠人生，他有好多不同的身份哦。他有在做那个灵气疗愈，然后也是单车维修店的老板，然后他也是咖啡烘焙师，还有做时装周的 model，然后他同时也在经营一个脸书，叫做矽谷单车咖啡俱乐部。也许有一些人有在那个脸书上有看过，我本人呢也有 follow 跟追踪他的动向，对，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追踪 Hugo 老师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set up， 因为今天我们的 Hugo 老师要带来非常特别的咏春拳，然后 Hugo 老师他也是那个咏春的第5代传人。好，那大家就会先期待我们的演出喽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 Hugo， 然后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。那这个东西大家如果看过那个叶问的电影，应该都不陌生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咏春拳最常见的这个叫做木人桩啊。那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咏春拳是什么。那基本上咏春拳它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功夫。那它最大的特色跟其他功夫不一样的是，它是女生发明的拳，对。所以它非常的适合女生来练，然后它的特点也是以柔克刚，然后也可以达到健身防身的效果。所以我今天就要为各位稍微演示一下，就是你们在电影里面常看到的咏春拳，然后它这个木人桩打起来是什么样子。好。是一个很快跟各位介绍这个咏春的木人桩，然后还有这个叫做咏春的这个八斩刀哈。然后想说今天就难得有这个机会，我想让各位，如果你们现在可以站起来的，你们可以跟我一起练一个差不多3分钟一个咏春拳的基本拳，叫做小念头。然后它基本上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或是对防身都非常的好。然后你们就可以站起来，站在位置上，都不用动，就可以练这套拳啊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大家跟我一起。好，然后大家一起这样，你们可以，不是你们看我都可以哈，就这样下来。然后这个叫2字前仰马，对，出去，然后拳由心发，出去。然后这是电影里面最常看到这个摊手，
摊手，来，5。右手，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右撇子，所以咏春拳他要反过来，所以咏春拳基本上所有的动作都是先从左手开始，然后练久之后呢，就基本上我们左右手都可以同时做不同的事情，就像我们刚刚看到我们泡咖啡也是同时2只手一起泡咖啡。好，接下来这个。这个是店里面最常，sorry， 这个是店里面大家最常看到，这个叫日字冲拳。为什么叫日字冲拳呢？因为它像个日啊。然后为什么它跟一般拳不一样？是这样子，它是这样的话，因为我们的肘跟我们的膝盖，就可以连接在一起，就可以把我们膝盖的力量带到肘，哦，然后都是打着中剑这样打，这样，好。对，每次就可以这样多练练。好，那今天的表演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 Hugo 老师，哇，他真的好用心哦，一步一步的教我们，然后还自己搬那么多道具，那我先去帮忙了。